讲述上帝的话，咱三角来看今仔日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人书2章19到30节。你假设你有早圣经来，会当掀开新约226面，就是看咱头前的投影片。好，咱三角来读。若是我踮伫主耶稣仰望紧紧找提摩太伊就问你，互我知恁的事来安我的心，因为我无别个动心的人，真正挂入恁的代志的。因为众人拢是都无家己的事，毋是都无耶稣基督的事。若是提摩太的经验恁知，就是甲我三角着磨来兴起福音，亲像囝对老爸安尼。所以我看伊的代志怎样，仰望连咪找伊去。总是我踮伫主亲心本心，也要紧紧到。若是我想要紧找伊巴菩提去就问你，伊就是我的兄弟，同做工、同当兵的，也是恁的使者，供给我所欠面的。因为伊乱无伊进来参找，是恁捌听见伊破病，伊果然有破病，到险死。若是上帝怜悯伊，若怜悯伊，也怜悯我，免得我伫忧闷中加添忧闷。所以我搁较注意找伊，互恁搁看见伊来欢喜，我就较无忧闷。所以恁踮伫主欢欢喜喜接纳伊，也着尊重像即号的人。因为伊为着做基督的工，险死，家己拼命，要保恁服侍我所无教的。愿上帝祝福伊的话，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日张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软弱者的避风港。咱下面时间交张牧师。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对你的话三个伫遮学习。看你的话，愿伫阮的生命中生活来，得到更较大的帮助。虽然我没有透风落雨，你愿会当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伫遮来敬拜。主，阮将遮个拢放伫感恩的中间。求你带领阮整个礼拜，阮将这一切拢归荣光你。我要分享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姊妹大家平安。咱生活伫一个极度期待成功、强调效率、甲刚强的时代。毋管是伫职场，也是伫学校，甚至伫咱的家庭中。咱无时无刻拢伫咧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咱必须伫遮来展现出咱上好的一面，袂当轻易显露野性，更加袂当暴露出家己的软弱。因为一旦你若倒落去，你也破病，那是你的心肝强强要碎，这个世界。往往会真紧将你伫遐来边缘化，是毋大像如蛇，就讲失败者的即个标签。搁可歹，即种强人的文化，有时也会不自觉会进入伫咱的信仰、生活、甲教会境况中。咱常常掠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应该随时就充满着能力。渐无正若无成，这就是一种失败感觉。一个好的服侍者，必须亲像无敌什么铁金刚，更替人共一样，永远袂亚线，永远袂骄怒，永远袂破病。所以当咱感受到信仰低调的时，
咱毋敢伫遮咱的兄弟姊妹伫遮来分享坦白，只个会当致上我真好，感谢主的属灵名句，孤独的伫风影中来挣扎，总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以及耶稣基督所起造的教会，敢真正是一个只敢属于即个强者的舞台嘛？今日的经验讲，读经本的经文是腓立比人书2章19节到30节。这段经文常常互侪的研经学者看做是保罗的个人行程的交代，也是书信结尾的请安。看好像只敢讲到提摩太甲以巴弗提这两位同工的往来细节，所以如果咱来详细伫遮来研读，你就会发现保罗伫遮所展现这极具震撼力，佮充满温度的属灵真理。兄弟姊妹，这段经文伫遮线接伫出名的基督俄罗斯，对腓立比人书2章1节到11节的了后，伫遐保罗伫遐来讲起耶稣基督如何摒空家己，取罗卜的形状，全身顺服到伫死。接续落去，伫19节到30节，保罗将即个至悬无上的基督降卑，甲受苦神学落实伫提摩太甲以巴弗提这两个平凡人的生命经历中。所以这段经文要咱伫遮来宣告，上帝是属灵的家，将来就袂互完美的强者炫耀的舞台。你是为所有野生受伤软弱的所备办的撇风港。所以咱伫遮要对死的属灵的教导全面来领受这段经文所带予咱清晨的恩典。头章就是爱破除强人侍奉的迷失，上帝大权能伫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即来先，这段经文帮助咱拍破第一个迷思，就是拍破属灵等于什么？超人吼 ，Superman 吼，这种的幻想。咱看25节甲27节讲，若是我想要紧，就找以巴弗提就近你，伊就是我的兄弟，同做工的，同当兵的，也是恁的使者，供给我所欠用的，因为伊乱无恁证人来参切，是恁捌听见伊破病，果然有破病到险死，乃上帝怜悯伊，毋若怜悯伊，也怜悯我，免得伫忧闷中加添忧闷。而且来讲起以巴弗提是虾米人呢？伊对腓立比教会精心挑选，差派去照顾保罗的代表，所以保罗伫遮称伊做兄弟，做同工的。这种同工是毋是虾米？是同齐得胜的属灵战友。所以伫咱的目睭内，伊绝对是一位生命成熟、灵性高深的属灵领袖。所以，这位优秀的侍奉者，保罗却真实的记录了伊的境况。伊个人破病到险死，是因为伫这个心理上，伊因为得知兄弟姊妹知影伊破病，而感觉惨切，极其艰苦。所以伫这个所在，惨切伫迄个文的中间。甲耶稣伫即个克西马尼园，即个祈祷，即个戆牙惨切，就极其的艰苦。马可因书14章33节是同款一个用词，形容这种极度的焦虑、不安、甲迄个压迫感。所以，互咱带来一个头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就是破病、野生
甲情绪的消扬，是咱人生的常态。你毋是属灵的失败。真侪时阵，咱知影即个服侍者直接来破病，譬如讲牧师，来讲长老，来执事，有时陷入伫这忧郁的中间，迄是个新追求的兄弟姊妹，伫安那即场的顶面，心肝强要脆，即种的心情，咱的内心常常有即种罪恶感，是毋讲我的灵命无够，我祈祷无够。我的信心伤衰，是讲上帝伫遮啦，来处罚我。这是以巴弗提的经历甲咱讲，追求属灵的人，并袂消由人的生物性的脆弱。一个信心充满，一个满有信心，和使到保罗高度懊恼的人，有缘会面临着伊身躯的极限，有安尼陷入情绪的帝国。保罗并无隐瞒以巴弗提的病症、患病，也无指责伊欠缺信心。反正呢，保罗伫遮互咱看见，上帝恩典并毋是保证咱永远袂倒落去，而是伫咱软弱要跋倒的时，伊的怜悯。会真侪咱的扶持，伊会疼真侪咱的保护。兄弟姊妹，如果你今仔日正处在你心灵真正欠缺的境况，你都爱伫遮来看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做对保罗所讲的话，讲有我的恩，你就够额，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属灵的性命毋免刻意伫遐装作刚强，承认家己的有限软弱，这是上帝的大权能，伫咱的性命中伫遐展现的头一步。这是第二，都要建立互相诚侪撇风港的基体伦理，对自我中心转换即个精神的关怀。真诚的关怀，所以这段经文的中间教导咱，教会要如何成做一个实体的撇风港。撇风港并不是单向接受服务的场所，而是一个肢体之间彼此承受脆弱的神圣空间。咱接来看19节到21节，保罗安尼先来评价这个提摩太，伊讲。若是我踮伫主耶稣，毋茫紧紧找提摩太去就近恁，互我知恁的事，来安我的心。因为我无别个担心的人，真正挂入恁的代志。因为众人拢是多无家己的事，毋是多无耶稣基督的事。伫这段话的中间，保罗指出一个极其残酷的社会现实：大部分的人拢只敢追求家己的代志，这就是对路的人生的本质，以自我做中心。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人会习惯用功利甲效率来形容人的关系。我最近听咱一个少年囡仔去工作，互人讲伊骹手较慢，骹手较慢。我想，这是人拄开始有时伫咧学习的过程，有可能是人本身的情景。但伊若伫遐认真伫遐拍拼，我相信后来无一定人所讲的什么骹手慢。所以这是用功利甲效率来形容人的关系。咱真正有时间甲心力去真正关心别人的需求甲需要。总伫遮提摩太展现了一种完全无共款的生命素质，伊真正挂念恁的代志。而且这个挂念的意思是深沉的、大心的，这种焦虑甲关怀。提摩太毋只是做一个传道者的职分，伊的心是甲菲律宾教会的兄弟姊妹伫遐牵连做阵的。我奇妙的，这种的关怀
伫即个以巴弗提甲菲律宾教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疼的循环，这种疼的循环。菲律宾教会因为挂念保罗，所以找见以巴弗提去照顾保罗。以巴弗提伫服侍中病倒破病，险死。所以菲律宾教会听见这个消息，因焦虑不安。以巴弗提知影兄弟姊妹为着伊担心，伊家己反正感觉惨切，家己艰苦。保罗体会了双方的焦虑。为着要菲律宾教会安心，所以也为着要以巴弗提有时间会当来收养，决定什么？所以我搁较注找伊，就是找什么人？以巴弗提，互恁搁看见伊来欢喜。我就较无忧闷，兄姊妹，咱看到这幅美丽的图画嘛，这叫咱交叉受苦的救赎性共同体，交叉受苦的救赎性共同体。伫即个团队的内面，无人争光强，也无人冷眼旁观，每一人拢在为对方的即个软弱忧虑伫遐来设想。保罗关心以巴弗提的身躯，以巴弗提关心教会情绪。教会关心以巴弗提安慰，伊的身躯的好甲歹。保罗也为了减轻教会负担，你自愿放弃留提摩太，甲以巴弗提伫伊的身躯边服侍伊。这是教会最为票感的即个神学本质。所以当咱来到上帝还是团契中间，咱无需要伫甲家己经甲伤暗。也无需要带着即个面具。当一个人倒落去时，其他人毋是甲伊迄个冷淡的陪伴，你就是无好祈祷啦，才会安尼死啦，是讲安怎也毋是甲伊真悬悬在上的诊断判断，你是听到咱的骹步，真诚的挂念伊的光景。可能问一句讲，你也好无？这礼拜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吗？相信这段经文也互咱一个深刻的提醒，还是用阮家己接受别人的服侍，也是一种谦卑的属灵功课。以巴弗提无因为破病而感觉我互团队添麻烦，伊就选择逃走，伊接受了保罗甲教会照顾，要别人来服侍你，看见你的软弱，这是这是集体互相实践听的机会。我会记得咱陈老师破病的时咱兄弟姊妹一个月拢排班去甲关心，有无？这是互相相听所以咱兄弟姊妹若真有需要。毋免挂虑，咱会当直接来关心，这真水真好的见证。所以这破病就足紧就好起来第三，中属尊荣的文化，无后的忠心赢过大将的光鲜亮丽。兄弟姊妹，保罗透过这段经文，伊彻底颠覆了世俗的成功学。伊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价值甲尊严。所以伫29节甲30节讲，所以恁踮伫主着欢欢喜喜接纳伊，也着尊重亲像即号的人，因为伊为着做基督的工险死，家己拼命要保恁服侍我所无够的。所以保罗伫遮特别吩咐菲律宾教会，当以巴弗提转到恁的中间的时，恁就爱欢欢喜喜的接待伊，并且尊重即款的人。兄弟姊妹，咱小可想看卖以巴弗提到底做了什么惊动天地的大事嘛？
但是保罗安尼特别交代教会去遵行伊嘛。伊办过偌大场的报道会嘛，伊有做真大的事工嘛？无，伊敢有请到即个深奥的神学著作嘛？也无。那你行了什么震动人心？伊敢有行到即个震动人心的心理技术嘛？无。随上伊家己安那险破病来死。所以以巴弗提所做的代志，用今仔的标准来看，不过是啥物？哦，不过是啥物？敢若是迄个后勤的什么快递员，伊只敢带着菲律宾教会只所组织的奉献甲物质，行过真长险恶的山路来到罗马，照顾保罗的生活甲伊的需要。总以一切伫遮的平凡无起眼的代志顶面，倒落去，破病，险死。按照世俗的眼光，这有可能是你若遮含慢身躯若遮歹做食你要去照顾啦，无帮助人煞互人伫来麻烦敢若足无能的。这样连送一个物件拢会互家己母家即款的情景险要死去。所以使徒保罗怎样看呢？保罗讲，伊是因为伊为着做基督的工，险死。且家己赔命，原本的意思是指敢若以前咱来讲即个跋筊，也是即个跋18头伫遐隐形做。为着某种高贵的目标，无少着冒险去跋，去跋，跋上家己的什么性命。后来伫早期教会的历史中，真正有一群专门照顾迄个鸟车病，当时有种鸟车病，也是讲传染病的患者，因所组成的什么基督徒的团体，因自称是什么？叫做冒险者，正是即个字的起源，正用即个字起源的即个字来用。保罗伫整个的教会直接来宣誓，讲伫上帝国度内面，尊严无属伫即个光鲜亮丽的港湾，尊严是属伫遐的中心，为了福音拼扛性命，甚至带着伤魂的人。这互咱教会上正一个极端的教导，咱必须伫咱的团契生活中间，重新来塑造这种天国尊严的文化。请问，咱是毋是只敢将咱的焦点放伫遐有才华，会当带领大局的这个强人的身上嘛？请问，咱有也是无去尊严、去感谢遐个？点伫幕后，譬如讲扫路骹搬椅还是讲咱遮做音控，还是拼便所遮同工嘛？请问，咱有也是无去尊重遐个长期照顾，还是讲照顾遮个厝内人，还是讲伊真正夜深不堪病痛的父母遮个人呢？所以一个诚实的教会。是一个会晓将尊严或者个软弱者，点点付出的这个所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安尼，伊无用世俗的荣耀来进入世界，伊乃是用伊的伤烈、伊的降卑、伊的拼扛，赢得终极的尊严。这是第三项，第四项，牧者的心肠。师方爱以人做本，充满着神圣的动力。最后伫这段经文的中间，咱看见使徒保罗极其深刻的牧者心肠，这互所有的带领者，无论是牧师、中职、同工，或是家庭中的父母，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牧养范例。所以27节到28节来讲，
那上帝怜悯伊，毋那怜悯伊，也怜悯我，免得我伫忧闷中加添忧闷。所以我搁较伫找伊，互恁搁看见伊来欢喜，我就较无忧闷。伫这所在，咱看到使徒保罗，伊真正有情感的一面。保罗并无强做真定情，伊坦诚，如果以巴弗提真正死伫这个所在，伊会安那忧伤加忧。保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伊会焦虑，伊会忧伤，伊会因为当工会病痛哩，感觉心碎。这拍破了属灵领袖，迄种必须迄个冷酷理性，袂当随便流露出情感的迷思。真正属灵的官兵，毋是来自高高在上的官位，而是来自即个神性的强感甲体贴。所以咱只看伊保罗，伊展现了一个服侍者的忠心原则。侍奉爱用人做本，人的性命的关怀甲福源，永远优先伫上者的需求。所以当保罗甲伫罗马监狱的时，伊是真需要有人伫伊身躯边底下来照顾伊，甚至帮助伊伫外面来传信息。所以以巴弗提甲提摩太是伊真正好的助手。按照时间的效率来看，将以巴弗提留伫身躯边继续服侍保罗，绝对是上好的选择。总是保罗怎样做咧？伊看见以巴弗提的身躯需要伫遐来收养，也看见菲律宾教会的挂路，保罗决定紧紧找伊转去。保罗宁可家己承担无人照顾的便利性的损失，也要互即个以巴弗提转去，或者兄弟姊妹来看见伊伫遐来休困，也互教会得到安慰。兄弟姊妹，这有咱极深的提醒。伫教会也是团体服侍中，咱常常不自觉的将时间放伫人的顶面。咱关心教会活动，办得成功也是无成功，人数有成长也是无成长，却常常忽略了遐会做服侍的人。因的性命是毋是已经高达？因的婚姻是毋是出问题？因的身躯是毋是已经咧提出警告？不过为了完成一件事工，而拼空一个人，为了要追求更较好的展现，而破碎具体的心灵，这绝对毋是耶稣基督世界的精神。所以保罗以牧者的心肠安尼甲咱讲，上帝无看重咱为伊伫安那冲锋陷阵，做偌侪伟大的工程，伊看重的是咱即个人的性命是毋是有安宁好势。当侍奉的效果甲人的健康发生冲突的时，真正牧者的心肠永远选择先关心人的福源，因为教会是医治受伤的病院，也是互野生的扩花的避风港，而毋是拼空人的溃烂的工厂。隔壁来讲，请来到伊的面前，放落刚强这个砖塔。兄弟姊妹，今日这段菲律宾人书2章19节到30节的经文，互咱看见早期教会上真实、上深刻的生命境况。提摩太伊真诚恳的挂念，以巴弗提病痛甲那忠心，菲律宾教会会彼此交流，以及保罗体贴甲怜悯，这一切完成了一幅真水的图画。咱展现了什么是软弱者的避风港。今日咱来到上帝面前的你，
可能正处在伫即个下面，处在今仔日即种的情况，就若像做依拍佛体共一样，伫长期的即个高压职场、家庭也是服侍中野线，致到你的身躯出了病苦，心内充满着尽头甲罪恶感，感觉家己无够好。你有可能像保罗共一样，身处伫即个降压般的困境，敢若连番的打击中，看见身躯边的艰难，感觉忧伤加忧，差不多要互即个忧虑伫甲你吞灭，也是你亲像提摩太共一样，伫一群只求家己的利益的人群中，坚守着孤单、孤独的中心，感觉孤立无助共一样。今日主耶稣要透过这段圣经节来对你讲：我的囝，你毋免阁装作刚强，你来到我的面前，将你的野心、将你的病痛、你的焦虑、甲你的无完全，拢总交互我。兄弟姊妹，咱的上帝伊毋是冷酷、冷漠的观看者。伊是迄位亲自降卑微、体贴咱所有软弱的救主。伊的恩典教育你用，伊的心怀随时为着你伫遐来天开。相信这段经文也对伫咱教会生活来讲话，求主帮助咱，互咱所处在的团契甲教会，无搁再运转世俗迄套追求成功的法则，互咱会当放落咱的面具，会当真诚的赶入彼此，学习去尊严遐个点点付出甲受伤的人。原来的教会会当真侪野善者灵魂，伫风影中最安全、最温暖的避风港。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无要求阮扮演袂受伤的 Superman， 你乃是伫阮的软弱病痛甲有限中，阮展现你无尽的怜悯甲恩典。阮的主啊，今日阮将阮所有心灵已经消扬，带着温目、伤痛甲焦虑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求你圣神亲自安慰因、坚固因、帮助因，互因脱出这个野线，互因伫你的怀抱中找到安息，知影因的价值不在于做偌侪项代志，是在于因真正是你宝贵的囝儿。也求你赏赐阮，亲像提摩太共一样，迄个真诚会去关怀的心肠，亲像保罗迄一样体贴人的牧者心肠。求你重新塑造阮的教会，互阮会晓去尊严每一个点点忠心的仆人，接纳每一个受伤归来的肢体，互阮的团契会当成做这冷漠世界中去因受伤灵魂扩欢的恩典避风港。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